好啦，咁曾生都想問翻你啦，其實係以前有冇話點樣發生咗啲咩事係啦，到依家呢咁嘅情況咧？其實都係疫情之後開始好多即係工種又唔同咗變咗，加上喺住屋方面又有困難啦，咁就即係之前都搬過好多度地方，跟住搬咗去呢度，咁即係一般都係做啲散工為主咁樣，咁即係最近都係失業啦，冇乜即係冇乜嘢做啦咁樣，咁都即係嘗試去揾去唔同嘅睇下有冇啲可以幫到自己咁喺網上面都揾到你哋幫手啊，咁係。咁我都聽到啦，即係我哋有 message 嘅時候都發現咗，好似話爸爸都病咗喺醫院咁樣，咁嗰度會唔會話都令到你經濟壓力好大咁樣咧？其實都有嘅部分咯，係盡力即係有啲醫療券用嘅，爸爸仲有啲，咁就因為得我一個人睇佢咁。我自己會可能即係會辛苦少少咁樣走嚟走去啦，咁個時間上面會係有啲壓力咯，即係去可能揾嘢做或者係各方面啊咁係一方面要照顧爸爸，跟住一方面都要返工揾食，都好辛苦。而家目前嘅難關會係啲咩咁樣咧？即係冇嘢做嘅情況之下，有時即係因為呢度都有時都跟住交下租啦，咁樣水費電費啦，咁即係可能有時真係食晒啲嘢，真係冇嘢食嘅，都即係多謝你哋，即係喺食物方面可以支援到我一段嘅時間，幫助到我好大嘅忙。咁喺希望嚟緊即係可以快啲可以即係恢復翻咁投入翻工作，成個生活正常翻，咁希望都爸爸又快啲好翻啦。咁你依家會唔會話揾工翻到幾日工咁樣？而家佢哋個時間會唔係咁定啦，咁因為即係都係自己唔係時間咁定，因為好多時都係得我去探爸爸啦，咁所以一個禮拜可能得3-4日係有時間㗎嘛。我之前都係可能翻係都係翻會係通宵嗰啲半夜啦，咁嗰啲日頭嘅時間就可以去照顧下親人啦咁。我哋都即係有一啲物資啦，啱先喺鋪頭嗰邊攞過嚟嘅，係啦。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幫你解決到一個短暫嘅需求先嘅。